嗨，我係阿啤，呢度係一個讀書俾你聽嘅 channel， 有啲可能你一世都唔會睇嘅書，我睇完讀俾你聽，你聽完又再話返俾人聽，咁就搞掂晒啦。除咗要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， 仲要 share 埋俾朋友仔喎，仲要記得留 comment 啊，唔該晒你啊。但丁神曲煉獄篇，你睇咗神曲地獄篇未呢？咁你又知唔知佢嗰本經常被忽略嘅續集煉獄篇呢？天堂同地獄之間存在一個神秘嘅中間地帶煉獄，靈魂喺度要經歷殘酷嘅試煉，先至可以得到救贖。你以為地獄夠恐怖？其實你未見過煉獄嘅景象。咁但丁嘅煉獄篇入面到底發生咩事？點解佢經常被忽視呢？而追尋救贖嘅靈魂又要面對啲咩恐怖？等我哋一齊登上呢座煉獄山，揭開煉獄7層階梯嘅秘密。呢個就係但丁嘅煉獄篇，地獄篇之後被遺忘嘅續集。喺好多基督宗教嘅分支入面，如果一個人唔夠壞落地獄，但又唔夠好可以去上天堂，咁佢哋就要接受考驗，去證明自己。靈魂會被帶到一個地方，叫做煉獄。你可以將佢想象成靈魂嘅新兵訓練營。而最生動嘅描述就係來自中世紀意大利詩人但丁·阿利吉耶里嘅巨著神曲。呢部龐大嘅史詩描繪咗死後世界從地獄到天堂中間一切嘅歷程。喺但丁筆下，煉獄係一座巨大嘅高山，由7層平台構成，每層都專門用嚟清洗一種罪。為咗救贖自己，但丁必須逐層攀登，最後同佢嘅摯愛貝提麗彩重逢。佢雖然已經經歷過地獄嘅折磨，但真正嘅試煉依家先開始。好彩，但丁唔係孤身一人，陪伴佢嘅係古羅馬詩人維吉爾，化身成死後世界嘅導遊，幫助佢完成登山之旅。唯一嘅阻礙就係滿山嘅罪人同手執利劍嘅天使。到底仲有咩可能會出錯呢？故事由復活節嘅清晨開始，但丁同維吉爾嚟到煉獄山腳嘅海岸。佢哋仰望一座巨大無比嘅山，比世上任何高峰都要高。根據但丁嘅描述，煉獄山坐落於一座孤島，四周被無盡嘅大海環繞。佢話呢座聖山喺南半球，就正正對住耶路撒冷。如果真係存在，咁應該喺南太平洋嘅核心，法屬波里尼西亞群島嘅外海。不過，現實世界中並冇發現過呢座山。但丁呢一刻仲未正式進入煉獄，佢同維吉爾所在嘅地方叫安提煉獄。呢度係臨死悔改者嘅等候區，即係一生罪孽纏身，到臨死先悔改嘅人。雖然佢哋臨終嗰陣信靠咗上帝，但入門都並非即時。相反，佢哋要等待，時間長度等同於佢哋喺人世上嘅一生。二人攀登上山，最終到達煉獄之門。門口有一位氣勢嚇人嘅天使把守，手持巨劍。但丁心驚膽戰，謙卑懇求天使開門。天使默然無語，只係拔劍喺佢額頭刻咗7個 P 字，代表 Peccatum， 即係罪。呢7個印記只能靠佢成功完成7種試煉先能被抹走。然後天使打開大門，毫不猶豫，二人踏入大門。佢哋嚟到第1層，呢度嘅靈魂孭住沉重嘅巨石，一邊行一邊祈禱。呢度係傲慢者嘅試煉之地。生前沉迷自我、炫耀成就嘅人，而家就要靠負重嚟學識謙卑。牆上嘅雕刻刻咗謙卑嘅典範，同時亦有傲慢嘅罪惡場景，包括路西法嘅墮落。路西法點解墮落？因為傲慢。佢本來係天上最光嘅天使，最完美，但佢覺得自己可以同神平起平坐。傲慢變成叛逆，叛逆變成墮落，最後被打落深淵。但丁同維吉爾遇到守關天使謙卑天使，天使輕撫佢嘅額頭，
抹走咗第一個印記。寒風吹過，一排身影緊緊依偎喺山壁旁邊。佢哋身穿粗布衣，眼睛被鐵線縫住。呢度係嫉妒者嘅試煉之地。生前妒忌其他人，而家就失去視覺，被迫仰望神嘅慈愛。其中有一位女子叫做薩皮亞，佢唔單止妒忌同鄉人成功，甚至喺自己嘅城市打仗輸嗰陣，喺度幸災樂禍。雖然佢臨終先嚟悔改，但仍然需要贖罪。最後，慈愛天使為但丁抹走咗第二個印記。濃煙四散，煙黑到伸手不見五指。呢度就係憤怒者嘅試煉之地。生前俾怒火遮蔽雙眼，死後就要喺呢片迷霧裏面盲目前行。因為憤怒會令人盲目。但丁同維吉爾摸索前行，途中遇到哲人馬可。喺咁嘅黑霧之中，佢反而語氣冷靜清晰。兩人開始討論。人嘅行為係天命主宰，定係人自己揀？馬可講得直白，世界可以混亂，但人依然有自由意志。社會可以腐敗，但每個人都要對自己嘅選擇負責。憤怒唔係由外界造成，而係人點樣回應外界。呢番話就好似喺濃煙裏面點起一盞燈。佢哋討論完之後，一陣微光穿過煙霧，天使降臨，輕輕撫過但丁額頭，第三個印記被抹去。突然，山道變得嘈吵，一群靈魂瘋狂奔跑，快到令人睇唔清楚影子。佢哋生前拖延、散漫、冇動力，死後就要不停奔跑，用無盡嘅勞苦沖走昔日嘅懶惰。路上冇人停低，冇人望向但丁，因為懶喺呢度係會害死人。天使企喺出口，微笑點頭，幫但丁抹去第四個印記。山坡上，靈魂倒臥一地，全部面向泥土，雙手緊貼地面，好似想捉住失去咗嘅財富。生前佢哋為金錢、權力、地位而活，死後就要永遠伏地，提醒自己擁有越多，失去越多。但丁認出其中一位，教宗亞德里安五世，昔日位高權重，如今貼地不起。山體突然震動，一個靈魂完成贖罪係詩人史塔提烏斯，佢決定加入但丁，一齊同行上路。天使抹去第五個印記。樹林幽深，樹枝上掛滿熟到流汁嘅果實，香氣撲鼻，但靈魂一個果實都摘唔到。樹下面企咗好多憔悴嘅身影，每一個都骨瘦如柴，眼神渴求。佢哋生前沉溺於口腹之欲，死後就要日日睇住啲食物喺面前，但永遠都食唔到。但丁見翻自己生前一位好朋友福雷斯，兩人回憶起以前一齊嘅快樂時光。但呢啲歡樂，依家喺煉獄裏面已經變成空殼，冇意義嘅過去。天使降臨，抹去第六個印記。前方嘅道路被烈焰封住，火牆高聳，熱浪逼人。慾望者嘅試煉就係要穿過火牆，因為生前由慾火支配，死後就以真火淨化。但丁企喺火牆前面，腳步僵硬。維吉爾細細聲講：走過去，貝提麗彩喺前面等緊你。但丁深呼吸一口氣，踏入火海。烈焰灼身，冇傷到身體，但淨化咗心靈。火焰之中，最後一個印記被抹去。佢抬起頭，7個印記全部消除。7個罪，7個印記全部被抹去。但丁跨過最後一道門，登上煉獄山之巔，嚟到地上樂園伊甸園。呢個時候，維吉爾默默離開。同時，但丁遇見一位女子，馬蒂爾達。馬蒂爾達係煉獄之巔嘅守護者，象徵人類未墮落前嘅純潔同自然善良。佢帶領但丁行入地上樂園，
準備好迎接前方最重要嘅一個人——貝提麗彩。最終，但丁同貝提麗彩重逢，但並冇溫柔嘅擁抱，迎接佢嘅係冷峻嘅責備。貝提麗彩逐條揭開但丁過往嘅迷失同罪過，迫使佢喺眾目睽睽之下徹底懺悔。但丁痛哭失聲，喺悔罪中崩潰。當心靈終於被打開，馬蒂爾達領但丁進入利特河，洗去罪嘅記憶，再進入尤諾卡河，強化心中所有嘅善念。潔淨完成後，貝提麗彩伸出手，帶同但丁向天而上。煉獄篇嘅旅程就此告一段落。煉獄篇成日俾地獄篇蓋過光芒，但其實佢嘅魅力一啲都唔少。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講嘅並唔係單純嘅善與惡，而係介乎中間複雜模糊但極之真實。成本書講緊一樣嘢，所有罪其實都係愛嘅變形。傲慢係扭曲咗嘅自愛，嫉妒係變咗質對他人嘅愛，色欲係失咗控嘅慾望嘅愛。而煉獄嘅作用就係將呢啲歪咗行偏咗嘅愛慢慢拉返正，教靈魂重新學識點樣真正去愛，咁佢哋先能夠再次踏入天堂。喺整個煉獄旅程入面，但丁一步一步爬上煉獄山，行過烈火、濃煙、苦難，遇見痴迷黑披字嘅天使，逐層洗走自己嘅缺陷。成個旅程其實就係一場由罪走向愛，由扭曲走向純潔嘅轉化旅程。當然，煉獄篇唔係神曲嘅終點，前面仲有一個更光明、更神秘嘅境界——天堂，等待但丁踏上最後嘅升天之路。煉獄篇完，但丁神曲待續。多謝你聽到最後喎，唔知大家又鍾唔鍾意神曲呢？如果大家鍾意阿啤嘅製作，咁就要快啲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， 仲要 share 埋俾朋友仔喎，仲要記得留 comment 啊！唔該晒你啊！我哋每逢星期三、星期六有新片，我哋下次見。